以前咧真係啲院友其實就真係冇乜需要，都想排定隊攞咗個位咁樣，跟住先入嚟嘅。咁佢哋就會住10幾20年咯喺個院舍度。咁但係而家嗰個評估制度咧改變咗之後咧，咁真係有護理照顧嘅需要啊，或者係即係冇屋企人支援之下咧，先至合資格入嚟住啊。咁所以派得位嚟嘅咧，咁個長者真係有咁嘅照顧需要嘅時候，都會係比較體弱啦。咁啊，同埋咧，又或者認知上邊都有一啲缺損啊。我哋留意到，其實佢哋派嚟咧都係好多都係90幾甚至100歲先派入嚟嘅。咁所以佢哋相對咧都係體弱啊，都好需要一啲晚期照顧，同埋佢哋入住嘅年期咧比以前短好多啦。因為咧以前就可能住10幾20年啦，咁啊而家就我哋睇過咧就大概3至到7年左右，咁佢哋都會係離世，都會係院舍好大機會會係佢哋人生嘅終結嘅最後一站，咁所以咧個晚程照顧嘅需要咧確實喺度嘅咁樣咯。根據一啲估算咧，喺全年嘅死亡人口裏面咧，院舍院友已經佔咗大概30%度。亦都有其他嘅研究顯示咧，每年每間院舍咧大概有15% 嘅院友咧係會離世。換句話嚟講咧，院舍已經成為咗好多長者晚期生活嘅主要場所。咁有見及此咧，喺2016年喺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嘅捐助之下，我哋透過賽馬會安寧助院舍計劃嚟到去支援唔同嘅院舍，希望就係加強咧喺長者方面嘅晚期支援嘅。賽馬會安寧助院舍計劃自2016年開始至今喺全港各區推行。九龍東地區首階段由香港老年學會開始協助院舍開展晚程照顧工作。基督教靈實協會2022年加入第2階段，現時總共服務咗九龍東15間院舍，服務超過700位院友。設備方面咧，安寧頌計劃團隊咧就有提供資助俾院舍咧購買一啲嘅醫療設備嘅，就例如一啲氣展床啊、一啲嘅吸痰機啊，同埋租用一啲製氧機啊咁樣。計劃團隊咧亦都會協助院舍咧設置安寧房間嘅，就係用嚟咧照顧臨終嘅院友嘅。咁同時咧就喺培訓方面咧，咁計劃團隊咧都會舉辦一啲講座啦，同埋工作坊啦，俾院舍嘅同工咧認識咧晚期照顧嘅理論係啲乜嘢。都有遇過好多屋企人向我查詢啦，因為中國人嘅傳統咧係比較怕討論生死嘅，即使佢哋明白係有需要去及早討論啦，但佢哋都覺得好難去打開呢個話題。咁首先我哋會係用一個預防性嘅角度啦，去提升屋企人及早討論預設照顧計劃嘅意識嘅。例如我哋會透過一啲節期活動啦，又或者係家屬嘅座談會啦，去推行一啲針對院舍家屬嘅生命教育講座。當中咧都會講返係幾類型嘅病患嘅長者嘅家屬咧，係需要預備多啲討論晚期照顧計劃嘅，例如係認知障礙啦、柏金遜症啦，又或者係有啲老友記患上咗末期嘅癌症，但係只會進行保守治療，又或者係舒緩治療嘅情況，去令到家屬明白，當刻佢哋嘅長輩已經身患呢啲長期病患嘅情況之下咧，係更加需要及早行動嘅。我哋其實提供呢個晚程照顧嘅服務嘅時候咧，咁對於我哋同事有啲咩得着咧？咁我覺得或者同事嘅轉變咧，初初佢哋咧都好擔心唔送院我哋會唔會孭鑊啊？因為會唔會屋企人投訴啊？或者佢哋有啲應承咗話唔送院嘅，最尾又反口，都會有呢啲擔心啦。咁另外咧，同事其實呢啲擔心咧，可能係因為送院可能有醫生去孭飛啊，或者醫院嘅儀器好啲啊咁樣嘅。咁但係呢個計劃裏邊其實原來咧都有醫生嘅支援嘅喎。咁等佢哋知道咧，如果院友去到瀕死期，咁去到安寧房嘅時候，都有每日有計劃醫生嚟呢度睇個症啦。咁另外咧都會同屋企人講解啊，同我哋同事講解翻院友嘅狀況係點啊，同埋其實計劃醫生咧都會去即係睇下個院友係咪真係適合喺度離世，咁所以都俾到我哋同事一啲信心咯。
只要我哋話到俾佢聽，其實佢個分工係點樣之後咧，咁佢哋就會即係自動自覺去做啦。咁另外咧，院友啊方面咧，我哋做咗呢個居處離世之後，都有同其他嘅院友講呢樣嘢嘅。咁佢哋就話啊，原來都有呢個服務㗎。咁如果俾佢哋揀，佢哋都可能會揀呢個喎，即係情願喺院舍啦，起碼即係佢哋個環境係熟悉啊，照顧者係熟悉嘅時候咧，咁佢哋都會咧去覺得好舒服啊，唔使好似醫院咁冷冰冰。因為如果入過醫院嘅人就知，日日都有唔同時間都有唔同人同你量血壓啊、抽血啊，或者打針啊、吊水啊，甚至即係覺得你會跌倒就要綁你啊咁樣。佢哋都感覺過呢個感受係唔好嘅時候，佢哋情願真係引領佢哋諗到啊喺度可能真係舒服啲喎，同埋真係唔想辛苦喎。佢哋都起碼臨走嘅時候都有專業，咁同埋屋企人咧都欣賞我哋有咁嘅支援。我會見到即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唔係淨係工作上嘅關係咯，即係而係都會變咗做一個即係好似親人咁嘅關係。即係我會關心多啲你嘅感受啊，即係唔係淨係話啊我見你即係食唔飽俾餐飯你咁樣啦，咁而係即係真係會用個心去關心佢哋啦，係咯。咁同埋院友之間都會即係少咗爭拗，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，即係其實喺度嘅時間未必咁多嘅時候，咁佢哋都會多咗諒解啊。即係或者係即係關心咯，即係有互相關心嘅感受咁樣咯。我會覺得推行咗晚晴照顧之後。